新聞頭記者來關心，連鎖醫美診所最近是陸續來爆出偷翕的事件。今麥個傳出功德診所的勞動店也互檢警來查出有偷藏監視器。這店長甲兩個員工是涉犯妨害性運輸的罪嫌，先後以6萬塊至10萬塊來交保。愛爾利診所爆出偷翕案了後，風波繼續咧傳。這回宜蘭地檢署接到新北地檢的通報，去功德診所勞動店發動突襲搜索。我們是面對我們當地這個分局偵查隊的警員來這邊做查核。好，旁邊先可以稍等一下。要多久？我的經驗，你們都要讓我等半小時。檢警車備針對1、2樓營業空間搜查，迄當陣攏無查到啥貨，也毋過承辦檢察官甲線索太過了後，認為案情並無單純，車告決定擴大搜索，親身帶隊佇3樓到5樓去查到偽裝型監視攝影設備，互案情有大進展。這個案件經過檢察官到現場指揮搜索之後呢，我們認為說業者那個犯罪嫌疑重大，那分別以10萬元到6萬元的金額予以交保。警方甲細園的店長甲2個員工帶走，經過檢察官透明核實了後，認定業者涉犯妨害性運輸嫌疑重大，先後交保。我們目前是有查到一些設備，那畫面的部分也由警方他們在做處理。對醫美診所到商場換衫的空間接續傳出偷翕，互消費者愈來愈有警覺。為着莫有空碰，檢警也會繼續擴大追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